安怎将教育部台语词库内底汇入去台语新闻案输入法内底词库？咱拄则已经有将教育部输入法哩即个部分甲汇出做迄个Excel档案的，因为拄则咱有一开始有家己设定一寡自定一寡词库，比如讲我要来找我拄则有家己自定词库即个部分，比如讲我是方言国小，我就家己找一个好，找一个了后呢，伊会出现伫遮，佫有另外一个自定一个词库，就是方言录207号，比如讲我要甲遮的词库，即几个词库，我要甲伊汇入去即个新闻案，台语新闻案遮我就甲伊试，甲伊扣起来甲扣起来起右键，复制，我来到即个拍开即个 Word 档案伫遮，甲换做即个输入法，换做台语新闻案，台语新闻案了后呢，你会出现一个设定的部分设定的部分共款，编辑为拄则自定词库遐，来，伫遮我要甲伊搭起哩搭起哩话，你会当按右键来甲贴上，重点来啊！恁会看到遮就是咱即个键盘即个 Tab 键，Tab 键，毋过呢，这是空白键，Tab 键甲空白键无共，你要安怎将伊改做是空白键？因为遮拢总是6字尔，所以你要一个一个了解，迄是足简单。毋过，假使你将教育部伊个词库内底有200-300个词库，甚至500个，甚至几千个，拢甲汇入来时，你无可能一个一个改。来，你会当甲选起来来按起即个右键复制，你到顶悬即个编辑，来，遮要取代，来寻找目标嘛我要甲贴上，这贴上就是遮，这就是 Tab 键。你要甲取代为啥物？取代为咱讲的即个啥空白键所以你甲取代为空白键起落去，你斟酌看正边甲倒边，伊差别伫倒位来全部取代。来，你看遮，伊是毋是完全拢变做一格一格？这就是讲要安怎甲教育部的词库汇入即个台语新闻内底词库的做法。